首期10萬，連兩地牌，連車位，你冇聽錯，兩地牌同車位都有啦。喺距離澳門最近嘅呢個位置，對面呢度就係澳門嘅筷子基，旁邊就係拱北口岸。以前喺呢度游水都游過去啊。距離澳門最近嘅地方，7米嘅陽台，翻過嚟就開間6米嘅餐客廳哈，幾哇塞啊！120平方，4房，2個衛生間，雙陽台，6人嘅餐台，廚房嘅電器仲有中央空調，全部送俾你嘅。入門鞋櫃位已經做好晒㗎啦。好，小區樓下50米啊，就可以上港珠澳大橋，非常之適合喺香港同澳門通勤嘅朋友啊，唔使塞車，直接一懟上去就翻到工作嘅地方啦。好，主人房大套間嚟嘅，都係睇河景，仲有澳門景。你睇呢邊仲有獨立嘅衛生間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2個華發商都。